台湾奈美光公司呢，摕到这国发基金投资1700多万，不过却传出讲关键的研发技术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呢，这技术转移去到中国。国发会主委蒋明鑫出席立法院备询的时阵，也表示，这间公司一开始的原始技术是代代寄转给因的，就算要技术转移给别人，也要通过审查会议。即马就是惊讲这国安有记录，国发会是强调讲1个月内会提出调查报告。8月景气订货依然是价卖拉丁，这也是国内景气订货连续19个月落车。国界关心什么时阵才有机会摆脱拉丁呢？8月份的出口已经虽然有衰退，但是衰退幅度已经到个位数了哈。那我们期待了哈，期待9月份是不是有机会maybe 了哈，可以转正也不一定。国发会主委蒋明鑫表示，目前受 AI 约束甲巡回气化暂时结束，加上 PMI 也就是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，真正订单超过50坎站，景气订货有机会伫9月突破，第4季有希望有机会转正。摆脱拉丁，只是不知国内景气受挑战。捌得到国发基金投资1700多万的台湾奈美光公司，传出关键研发技术中远红外光4合一式光子晶片寄转中国。中国甚至承诺投资230亿设厂，引起公安局甲调查局高度关心。国发会做出回应。你不要1700又不见了。您刚才提到说1700会不见，不会啦，因为这家公司照理说它不会倒啦，它当然还在研发阶段。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技术流出，会对国安造成重大的危机，对不对？最原始的技术哈是台大技转的了哈。那如果说台大技转出来以后，它要再加值再转出去的话，尤其到第3地的话，基本上是要透过一些审议调查的哈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因为奈美光公司的技术不止牵涉以下，也运用在军事航太顶端。那寄转中国，恐惊有国安记录。国发会强调，会在1个月以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